光头，好，我现在就在抢光头啦。是抢光狗，抢光狗，你不是头，你是狗。那我们今天一样是要来猜客语字。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狗。遊戲規則：答題節目組會本大家可以同客家時，本每邊通可能幾個用巴拉語詞，並從一題就第一分到底馬沙集基本一個行業愛最凶呢。華語裡面可能會有什麼狗？哦那在你類的跟客狗一樣語裡面呢，它其實也有很多不一樣的意思。那我們就先從第一題。大頭狗，太頭狗，台獨狗，台獨狗，太條鳩。还是说拍照很可愛，就是那種大頭狗的那個？不是狗的滤鏡嗎？等一下，你這個大頭狗表示這個人很粗心。你這個人大頭正，覺得自己很紅這樣。哎，就證件照那一寸兩寸，我們要去拍個大頭狗。大頭狗照。那我們這一題的提示呢是電蚊拍，它會出現在山林裡面的。這個山林裡面的根本沒有幫助，這個更遙遠的什麼東西啊？它跟這個字面上的是一個很大的反義。大頭狗小黑蚊。哎，我也是小黑蚊。璀璨跟戲劇會答對，因為它的本體就是頭比較大一點。海挑狗，海挑狗。好，那我們先繼續下一題哦。山腳太。山裡面的昆蟲啦，反正它每個提示都一樣啊，山裡面的昆蟲啊，是個動物啊。打獵的人。關關這邊生太子養的狗，這麼細微，就是老丑丑的老太太，在很偏僻的地方，就是沒有太就是打扮或是什麼。好，沒有人是接近答案的。我們這邊提示，形容動物它很像很兇的狗，或者是有4隻腳，所以很像狗。那它會不會嗷在台灣有？Monkey 啊，猴子，山腳太，它就是搶別人東西。關關應該是不知道，對不對？我不知道。好，我們這題一樣沒有人答對，公布解答。攀木蜥蜴，好難哦！你這個你講中文我都要問一下是什麼。有沒有高片？但是客語很常出現哦，就是他會說，哎，你看山腳太，山腳太。我們直接先開下一題。搶光狗也是一個動物嗎？我覺得這個是形容一個人光那個日光族、那個月光族那種感覺。我覺得我是對的，聽我的。很愛花錢。沒有，我是去參加 Outlet 特價的人。要搶掉。然後老闆就說：“你們這些搶光狗，搶光了。”它可以是形容人的狀態，然後你可能在班上，或者是你在公司辦公室這種小團體裡面，都會有這種很討人厭的人。出風頭，他要搶那個老闆的光，我要讓我的光給我自己搶光。意思是愛出風頭。搶光頭，好，我現在就在搶光頭啦。是搶光狗，搶光狗，你不是頭，你是狗。搶公狗，搶公狗。好，那我們先繼續下一題哦。狗甲烏贏，好甲狗甲好難哦！而且我已經確定0分了。很愛吃東西，連那個狗都要把那個烏鴉給吃掉。五贏是說五贏吧，這樣子。有空嗎？我們去吃東西這樣。有個動物是有這樣的尾巴，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麼。我只是有看過這個。這樣答是答案。而且我跟你說話是一個尾巴，還不是說它整隻哎。好，我們給一點提示，其實戲劇外有一點接近。哦它就是你要想象一下，今天就是看到一隻狗張開要咬那個烏蠅的時候，你會怎麼形容這一隻狗？在 diary 在減肥。我這整個反掉了。是指說白費力氣，沒有實際的功效。狗它不是會這樣，就是他說你咬那麼小的蒼蠅，就代表你是白費力氣，沒有功效。哦，就怎麼樣都咬不到的意思嗎？對。我還以為他要吃那麼小東西在減肥。好，我飽了。好，那我們來念一下，客語是狗甲烏蠅。狗甲烏蠅。
汉语開著是點熟熟，你上愛講尾四六六，天出愛看漢語版上熟啊，漢語版上熟。頭擺要嘅山東台詞講過，人生有三大境界，看山係山，看山唔係山，看山慳係山。到底係山唔係山？就像今日我講嘅，客家話啲都係橋。到底係橋唔係橋？喂，你哋是千萬唔好把到，你哋客家應該老祖公唔識看過橋嘿。客家話呀係最詳細嘅語言啊，事實上會用解到當熟識嘅經驗來解決來理解解到唔熟識嘅東西啊。所以，你哋老祖公啊，就嚟講對橋啊，原來相當了解正確，就會用呢橋啊去講其他嘅動物啦。譬如我講嘅係大頭橋，一大頭橋唔係正經嘅橋，唔係從呢款嚟。咁樣做，雖然係假嘅，不過未會設計，總得前彩條。個大頭橋啊，係翻譯地圖講嘅小黑蚊啦。個樣板個小黑蚊，唔係講到係大頭橋咯，係講呢度啲小黑蚊啊，留意用睇。你看下去啊！你是啲講，個小黑蚊上到嚟，個頭那大馬骨隻啊，個身體嗬細細隻啊，個鼻裏上嗬身體老頭那抬唔得到啊，所以按到大頭啊，個做乜嘅要按到橋咯？因為個小黑蚊啊，當惡當會釣人，還不會釣到嗬當開啊，開到你驚走嗬，因為大唔好，還要啊，個不會釣到個撲啊，去當大撲，所以當惡當開。當大撲，所以按到橋啊，所以小黑蚊就按到大頭橋。大頭橋，撒下來我講嘅啊，呢隻橋嗬，有咩係講名嘅地圖有橋，唔過佢唔係橋，頂住名係寫三橋台。咁乜嘅按到三橋台呢？寫潘木蜥蜴啊，嘿嘿，跳過嘅寫嚟啊。冇乜嘅東西好搞啊！山等啊，捉喺山橋台捉啊到啊，跳啊，撈佢病到嘅社會通學嘅拖上到病人啊，還是開始撈演唱會強咗，演唱會睇下乜嘅尖叫聲，彈下到尖叫聲，記得會當場，係個蛇嚟啊！看下到嘅社會錯下去，半街山橋台下下到係時咧，嘅尖叫聲係蛇嚟是當場啦，山橋台跳下講嘅啊！都係用橋來講解到動物，一係講呢用橋來形容一個人嗬，嗰是多少是有帶到變態嘅意思哦。比如講長江橋，嗰長江橋嘅意思啊，係講嗰個人啊，當後出風頭當風扇嘅意思啦。比如講隔壁嘅芭比嗬，幾時係長江橋啦？見擺看到鏡頭啊，幾時兩年期啊，會打體育上到嘅鏡頭面頭前啦。長江橋。咩？個盲人係為咩？盲人係為頂好學啊！盲人係為較好用。好啦，嗌半樣係唔嗌啊？冇變盲人啦！講是講出去咧，笑唔轉來啊！一下就講，前件事九甲烏煙啊！九甲烏煙，乜嘅係九甲烏煙？你想啊？個橋啊，白在外拗嘅烏煙啊，幾時拗得到呢？所以啊。做拍工啊，冇考啊，係九甲烏煙啦，九甲烏煙，隔壁個國小嘅主任啊，打電話本來啊，講啲學校學錢到拖學嘅話，係唔係留佢提小足啊？嗌啲下留佢提小，呢度天天看人家客家填書台，長咗了，嘿嘿。好，那我們從徐秀華這邊來開始選一個剛剛學到的詞彙，然後你要演繹它。啊，出導演的風頭，偉大殺星，有吧？這個演這樣子，我就咬，對不對？好。睡覺的時候吧，就是那個快睡着了，有吧？就是或者是拍腳拍手，因為他很煩。